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监察院长被提名人当局和那野阻界那日的立委发生冲突，当局也表示讲会做好最后一面公演离开。太平洋热带低气压正在变强，有机会影响台湾中南部甲山区，就要特别注意大水雨。进行3倍冠，明仔载开始开放今年去换邮局甲便利超商，拢有专门的柜台应付民众。今仔透早，立法院本地要进行监察院人事审查，国民党团为着要抗议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菊，煞伫咧外面阻碍陈菊，那立议员也爆发冲突，那赢着立委着伤送病院，不过立赢也是批评讲，那赢迄边有助理会拍人。立法院长尤锡坤也要求着要依法侦办。不过，陈菊伫书面报告也表示讲，伊期待会当做完最后一任的监察院长，完成最后的任务，公营离开。不过，在今仔日的议场去，互国民党霸掉咧，无度进行人事审查。不过，民进党团也强调讲，17有关会进行监察院的人事权表决。17早起立法院进行监察院的人事审查，国民党立委透早4点就坐伫咧议场外口，7点甲玻璃弄破，冲入去议场占领主席台。那日伫咧议场门口发生真激烈的冲突，互相化休996到7点15分，陈菊伫咧大批警力甲立营立委包围之下进入议场，还毋过因为不明的人事破水，转过一届引起冲突，立营质疑国民党的助理家己去现场拍人，吴秉瑞甲林维洲卡来手来是拍走火，国民党立委费鸿泰假手挂着上老火，送台大病院急诊，国民党嘛号召500个民众伫咧立法院外口抗议，党主席江启臣佮直接甲监委名单立掉。请问哪一位是超党派的？这样的名单你接受吗？不接受。打架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要阻挡你。我们认为你不恰当，我们是少数，我们投票投输你。但是我要让社会民众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反对。大家如果去看那个画面的话，有国民党立委拿着剪刀把它剪掉了，这样怎么巡党？表定礼拜5就是要同意权要表决。对。早起1点半，陈菊伫咧警力包围之下离开立法院，无法度就台接受审查。民进党团强调讲，17个如期来进行监察院的人事表决，但是时代力量是要求立法院长赶紧召开协商来审查。没有办法来咨询，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国民党如果不会问的话，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时间可以让给我们？整个朝野的对立这件事，就是因为总统的提名，造成政党之间的对立。民众党团去总统府交电证书，呼吁国会启动修宪查封监察院。公道面嘛谴责，左党技术无应该是用暴力，呼吁重新定审查时间，保证定数。因为有真侪立业立委指控那也助理加入战场来动手，立法院长尤锡坤嘛已经请驻警苏静来侦办。陈菊嘛伫人面册发文表示，希望各党团拢会当回归议事的定数，伫咧国会内底就事论事，理性讨论。陈菊的书面报告嘛表示，伊希望会当来做上后尾一任的监察院长，完成最后任务了后，得公营来离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甲高雄最近发生真侪残治安事件，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开声点名2位警察局长，这2位局长也随风换掉。苏贞昌在今仔日也特别强调讲，这甲伊做代志的原则有关系，也强调甲徐国勇、陈家钦拢无关系。徐国勇也回应讲，一切照规定办理。奖励从基层做起，究责就要从局长开始。对高雄市甲台南市的治安无好，真不满。行政院长苏贞昌要追究地方警察局长的责任，搁伫13个活动顶面，当内政部长徐国勇，搁有警政署长陈家钦的面讲重话。同一天下晡，2个局长各互换掉，引发讨论。10时下早到宜兰出席活动的苏贞昌强调，伊做代志的原则拢无变。我就只做好人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另外一种状况？大家可以再往另外一个角度想想看。我做的基准跟做的原则始终不变。这种过程、这种描述，其实很多都跟事实不符合。而我始终最重视治安，也最支持警察，但我要求也最严格。警界高层的人士讲话个话，苏贞昌后任徐国勇甲陈家钦有来到，徐国勇嘛是真低调。那院长是行政院长嘛，所以他这一部分我们在这个调动就按照这个一切的规定来处理，没有什么延伸战。
洪华调的高雄市警察局长李永贵，因为派令还未到，10时下午游玩到市议会参加总质询，面对外界关心，伊表示无委屈。我们尊重上级，我们的公务人员就是遵照办理。不会觉得很委屈啊？不会啊，我们警察调动很频繁，不会。就是尊重上级长官的这个指示，很全力把治安做好了。当然，这个是其他的县市怎么样，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关注。台南市警察局长周耀伟是利用时间款物件，伊就连甲短短一档，个要甲治安无好的责任打落来落台，外界出现无符合比例原则的声音。台南市长黄伟哲甲台南市议会拿力党团拢替伊感觉委屈。境界出身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对这波的人事调动，伊认为治安的好坏唔是一个人的责任。这一个治安好坏绝对不是单一是谁的责任，是我们大家要负起来。苏贞昌拼治安，无想要互总统带伊问烦恼，但是伊的受气，嘛互境界高层人事调动的速度有够紧。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连续几日天气拢热翕翕，伫咧假期着一个查甫人伫伊的厝里煞热甲昏倒，目前是伫咧病院治疗。另外，气象局也提醒民众，太平洋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咧变强，有可能会影响台湾。在今暗时到明仔载，中部甲南部的山区有机会落大雨，海面的变化也着爱特别注意。消防人员用囡仔甲鞭架放伫咧民众阿妈棍顶顶大动脉所在，用控热水继续呛规身躯来降温，这个赶紧甲人放起咧冷床。家己这个查甫人，咱像因为天气伤热，佮加上厝里通风无好，热到煞昏倒。一直在这么热的环境下工作，又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那严重的一个脱水，那它就可能产生我们最害怕的情形，就是热中暑。那热中暑在医疗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跟一般人民众口中的讲的中暑、丢刷还是不相干。连续几日天的高温，互去金色出现真侪热衰假，也是着衰的民众。因此提醒民众，上好唔通伫咧无热的日头卡点伤久，嘛要随时补充水分。若是高温嘛，互用电佮创新冠，下晡1:51分来到3779万千瓦。啊，毋过目前伫咧太平洋地区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向北边接近，15上接近台湾，有可能会登陆。我们预估热带性低气压逐渐向北移动的过程中，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半天，在南部地区所下的雨会比较断续，而且今天越晚雨会越大。预估明天南部和东南部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至于明天中午以后，北部、东北部地区和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气象局表示，热带性低气压就办的过程会对恒春半岛南部甲东南部带来影响，台东附近的渔民早就有心理准备，拢甲准时倒来渔港。一般5、6个月拢嘛是安尼，拢嘛歹天。所以现在是开进港来避风吗？也是避风，顺便休息一下。台东客轮的业者表示，目前还未接到天航的通知，一切看风雨的状况才来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7月15，也就是振兴3倍券会当使用日子。若准有注文纸本的，会当直接去领；若准是无注文的，也会当直接去换路。邮局的网络注文也超过22万5千人，不过到今还佫真侪人也无拍算，有可能是直接到现场去买。另外，超商也惊大家伫咧头一天就3钱去换，就推出讲较办去领才有优待，用来分散人阵。开3千变4千，超商推4千夜度购物卡抢3倍券商机，唔那安尼。为了疏解头一天排队订条，也采用按照优惠。第3天17领的民众会当享受加币半价，还是买以上的优惠分散订条。怕说前几天会有排队，晚一点领，我觉得应该也没关系啊。然后有一些可以买咖啡一些优惠，我觉得也还不错。也毋过超商领券的方式主要也是爱透过数据2种方式。即个早健保卡也会当领，若讲白记哩早健保卡、身份证加领的简讯也会当领。机器输入身份证尾仔4个号码加上简讯领的号码，刷落来将印出来的单据摕到柜台领签收。超商也特别规划独立柜台，并且安排人员疏解排队的人潮。也毋过经济部表示，基于安全考量，逐工只配送适量的3倍券到各超商。若讲迄天的数量领完，隔当天才会补回。有一些大门市，它因为量的关系，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所有的全部同一天配完，它就会分天配。好，所以今天没有领到，明天一定会有。另外，到邮局现场买领券，民众需要带身份证、健保卡加1000的现金。交通部长林佳龙佫特别伫面册发布影片，亲自示范如何去邮局领券。这里是我的健保卡跟1000元，
又毋过到呾由原有千万人无选定正经3倍原领的方式，邮局不排除头一天出现买罐排队的人潮，全台挖1300间邮局备战。中南部也有不少邮局烦恼，都惊中道人真多，恐惊无法度应付。中午休息时间，我们还是会有同仁在轮流用膳呢，就是我们会保持在70%的人力的服务就会比较减少一点。经济部提醒民众到年底前拢会当领，晚1点来领也唔免排队。另外也当利用官网也是电话预约领的时段，省去排队的时间。另外开始卖前3天，人潮上少的中昼时段，甲业务上无用的拜一，这3个时段民众尽量避开。记者综合报道。汉光36号演习进入到第2天，在今仔日演练包括着联合防空作战演练、模拟敌军来犯、战机哪吒演练，另外宪兵特勤队、警政署维安特勤队、海巡署海巡特勤队这3大特勤队头一摆做伙演练，反敌攻任务，展现国军的实力。2架经国号的战机接到指令了后，紧急起飞升空，透过第一人称的画面，让人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嘛看到国军捍卫领空的决心。汉光36号演习进入第2天，透早实施联合防空作战演练，模拟敌方的军机入侵。空军各型的战机接到哪吒任务的命令，换上2轻战机紧急起飞。地面防空部队真紧进入战术位置。完成阵地开设了后，部署复修者飞弹车，监控空中的敌军来做演练。国防部长严德发亲身视察，强调讲，面对中国的威胁，都要真严格、真谨慎，因应随时拢在变化的战场。嘛讲空军战机保存战力是未来思考的重点。甲敌人真激烈的相战，宪兵指挥部实施为市区重要目标反敌攻的演练，会当讲是这届汉光演习一个焦点。是宪兵特勤队、警政署义安特勤队、海巡署海巡特勤队3大特勤队头一届做伙执行反敌攻的任务，用部分实弹假设敌军特工人员向攻击台湾重要的指挥所。宪兵特勤队展现真美丽的骹手，成功消灭敌人，把人质救出来。国军阁出动 CM343公里增步战斗车，用水炮攻击3大特勤队分头进行，顺利达成任务。天也未光，国军配合空军花莲基地反敌工作战演练，半暝3点开始作业。9台 M113运输车离开驻地，车队行通过花莲市区的车路，还阁爱随时注意敌军的威胁。万安43号的演习，嘛伫咧汉光演习的期间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应该有收到空中威胁警告系统的信息，这是国防部今年头一届发警讯，提早提醒民众是为空中来的威胁。拄着疫情的影响，万安演习是采用全台湾同一个时间演练，而且无实施人车管制，甲疏散避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南部连续几日讲拢伫咧落大水雨，也造成一个大水。不过，有专家讲，三峡大坝有伫咧做控制，才互大水维持伫一定的水量。不过，也强调讲，在未来10天也着要注意爆发放气的灾情。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刻啊！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上呢就要合龙了。现在应该说是最后这么一铲的这个石头，应该是推上去了啊。卡头机甲土石卡落河道，配合盾头机做回来运作，经过3天3暝抢救，总算伫咧13暗时11点，成功甲中国江西潘阳门轨道有地决口封起来。啊，若是安徽无卫嘛出动200外官兵，卡土石囤沙包，进行防汛救灾。因为长江流域最近一直落雨，中国真侪地区做水灾。按是中国水利部的专家指出，长江洪峰伫咧12透早提早到500的武汉，洪峰的水位是测到28.77公尺。三峡一直控制在同样一个流量，也就是说19000，这比较稳定的。另外呢，这个我们陈林基出湖的水量也是相对稳定，所以说这个造成了就是武汉的这个洪峰呢比较平缓。根据中国长江水文局的资料显示，12半暝11点，长江武汉关测到28.77公尺的水位，算是洪峰的水位，嘛是106公里以来第4悬的水位。啊，若是13下晡3点，水位是28.76公尺；下晡4点，水位降到28.75公尺。伫咧14早起，水位还阁有28.67公尺，退水的速度真慢，但水压嘛提醒。伫咧高水位继续的状况之下，绝对袂当放冷。我们
并不是说洪峰过了就是安全了就没事了。那么就是在退水比较缓慢、高水位持续时间长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江堤啊，这个也容易出险，也出现一些小的险情。往年的一个同期对比的话，和一些历史洪水进行对比的话，目前这样一个水情的话，主要呈现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水位比较高，但是这样一个平均的流速比较小。单位也表示，警戒水位以上的水位也会继续10天左右，也是要注意饮水的灾情。另外，武汉市的水务局副局长田建军嘛讲到，武汉风险也是维持2级响应以及准备的阶段，避免灾情过来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到日本受到黄川啊河影响的日本，对一礼拜进前5号大水河吞大，也造成讲入到灾区支援的防疫人员去染到武汉肺炎。不过，地方甲中央确实在互相提责任。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所来这2条拢甲网仔有关系。讲到这个日本脑炎，目前也当咧看，国内又搁增加4个日本脑炎的病例，其中一个是彰化大村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是目前上介细汉的个案。就是痊愈了之后呢，还是有3成到5成的机会，可能有一些就是肌肉无力啊，或者是影响认知功能啊，或性格改变这一些后遗症。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脑炎的这个预防，还是不可以轻忽。疾管署表示，这个查甫婴仔对顶个月开始发烧，而且是烧鼻涕，佮出现身躯揪勒症头，目前正在住院治疗。卫生单位去调查了后，才发现讲查甫婴仔住的附近有饲猪仔场，怀疑炭白网就是对遐来的。也提醒民众，若准有超过15个月的囡仔，就要去注日本脑炎的预防针，也要防止网虫的生炭。顶礼拜5，农委会证实金门出现国内头一层牛结扎疹的病例，到今日为止，金门已经灭掉90只牛。农委会注意单局中透早也讲，这款病毒若拖到台湾，民众恐怕就是无牛奶通好食。上介重要的，就要消灭炭白网。病牛以火烧处理，金门牛只只要出现结节病状，拢会先扑杀。为了防止疫情扩大，农委会已经紧急向国外采购1万剂疫苗，将要予金门的牛只来做。也要求金门前往台湾的船只飞行机拢爱加强消毒白网。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公布节目时表示，若病毒真正伫亲本岛，恐惊会将影响饲牛油的农业。绝对不能让它到本岛。到本岛来会影响啊，我们有15万头的牛啊，而且是尤其是我们的哈。乳牛，那我们的牛奶如果进来，那就很麻烦，牛奶就没得喝了。国内15万花甲牛，进口城是年牛。农农协会表示，年牛饲养注重环境管理，甲厨房饲养方式无同，场内消毒、防网工作继续咧做。但过热天天气热，规工拢伫牧场内喷雾压水、吹电风，对减少网仔护神有帮助。也毋过已经通知会员，一定要加强防范。会当加掉1、2趴迄个捕蚊灯吼，卖吼尽量卖吼帮它挖来阮牧场的吼，蚊虫的那个防治我们也有在宣导加强。农农协会表示，防疫关系上架，农民比政府较紧张，会配合落实。金门各乡镇的寿喜继续封视牧场，到下昼5点新增一个技术案例，目前累计捕杀的牛只数量来到90只。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伫网络顶头自我伤害的游戏，真是对罗西亚传到全世界，目前也传到台湾来啊！伫咧发展着机关接到家长的真情，讲因的囡仔有受到群组介招，这也代表讲这款游戏伫囡仔之间开始传开啊！也请家长老师着要重视这个问题，避免造成悲剧。家长群组的制度，基础囡仔出现奇怪对话，甚至有不明的群组邀约，这互家长真惊。烦恼这就是进前网络流传的南京游戏群组。同学会邀请同学，然后进入那个群组。其实蛮害怕小孩子去，就是也接触到这类的群组。花莲县机关规家干指出，最近接到不少家长的真情，表示囡仔接到不明群组，疑似招募未成年成员。伫家长群组提醒加注意囡仔行为。花莲县教育处也表示，目前还未发生类似案例，也不过已经请督学到好好了解。现在呢，都透过学校的辅导系统转知，告知这个辅导学生呢。
所谓的拿奖游戏一开始来自俄罗斯，写青少年加入军组了后进行作战任务，过程可能伤害家己，国外也有死亡案例。最近大好开始后来，真侪高中生拢有手机啊。随机询问高中生，除了介意上网上游戏，也介意透过网络得到干杯进度。他们不常跟我讲话啊，不知道，他们忙，对，因为频率不同。有时候他做久了，他不一定说我要歌给你看，让你关心我，不是，而是他降低自己的焦虑跟烦躁，他就会重复一直发生，重复一直发生。日后联盟指出，青少年进入高中期，也面临人际关系建立甲课业状况，一旦现象不良，无法度宣泄，就会出现焦虑感，才会想要透过网络得到干杯进度。以日后联盟的少年专线来讲，大概3点钟的接听时间，都有我10通的电话入来。呼吁家长除了加听囡仔的心声，必要时阵会当向心身科医师求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第13日已经超过1300万例。疫情上界严重的美国，因为佛州是连续2天拢增加上万人确诊。另外，加州也搁禁止酒吧、餐厅、健身房营业。不过，因为公共卫生专家佛奇对外公开表示，不过这个言论却互官方认为讲阻碍到美国政府的解封计划。白宫官员也收集对伊不利的资料，互媒体。要拜佛奇的权威甲名声。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超过335万，加州13个日日头增加8300多例。州长纽森13个一届宣布规个州扩大封锁。Requiring all counties to close their indoor activities, their indoor operations in the following sectors: restaurants, wineries, tasting rooms, movie theaters, family entertainment centers, zoos and museums, card rooms, and the shuttering of all bars. 防列入去风险较悬、观察名单的群、健身房、头毛店、甲宗教场所，还阁需要关起来。另外，纽森嘛宣布，加州2个学区洛杉矶甲圣地亚哥后个月开学会全部采用线顶上课，按算有82万的学生受到影响。加州是美国经济的火车母，今年3月份大声推出防疫禁足令。加做全国失业的人数上济的州，5、6月份开始豆豆啊解禁，还未恢复元气，又搁扩大限制。小型企业的业者是化工真无奈。疫情搁较严重的佛罗里达州，12日创下过一日新增加15000例的新纪录。州长迪桑提斯的记者会去互反对者当面甲呛。美国感染人数搁一届冲悬，地区部分地区加强防疫管制，后要拼连任的川普开始着急。13日转打精神医节目的主持人吴乐瑞的普文，内容批评讲，所有人伫咧疫情的问题拢讲白贼，包括美国疾病管制署、媒体、民主党，还有民众真信任的防疫讲话专家。过去真侪届公开，甲川普意见无共款的美国传染病权威佛奇，搁一届加做大家的焦点。顶礼拜6礼拜，白宫的官员收集佛奇过去对疫情判断了无够精准的记录，发互媒体。13川普解说讲，伊家己甲佛奇的关系还阁是真好。I find him to be a very nice person. I don't always agree with him. I did the ban on China, heavily infected, and we saved tens of thousands of lives. And Dr. Fauci will admit that it was a good decision. 佛奇回应讲，美国疫情的冲悬是因为无全面实施封锁措施，而且佫着急要重新开放。呼吁当局按照防疫指导的标准，照起工一步一步来。伊嘛谨慎评估疫苗的研发，有可能伫咧今年底或者是明年初会当成功。另外，拉丁美洲的疫情嘛当咧快速恶化，确诊的人数有337万人，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44758个人，已经超过美国甲加拿大，加做全球第2悬，加拿比欧洲的20万人较少。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香港。香港在今仔日又搁增加48人去染到武汉肺炎。上界恐怖的是，内面有一部分的人找无感染源。香港政府也宣布讲，15开始，餐厅对暗时6点到隔工透早是禁止民众伫餐厅内面用餐。另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讲，最近民主派当咧举行初选，有人投诉因违反自责任，可能也违反着香港国安法，这一切拢会依法調查。我哋就由琴日到而家就確診咗48宗，另外其餘仲有24宗呢，就係啲未揾到源頭嘅個案。
香港第三波的武汉肺炎疫情还阁小未退，14宣布，阁新增加48例确诊，其中40例是本土病例，24例感染源不明。阮在入境的所在，阁增加1个确诊的人。这个入境的所在，目前拢总有3个人确诊。规个香港累计确诊已经达到1570例。香港当局阁甲防疫措施举予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为15开始，餐厅为暗时6点到半暝禁止伫咧餐厅内底食，而且若是疫情阁继续恶化，无排除规工拢禁止伫咧餐厅内底食，这嘛阁一个引起做食的业者反弹的声音。當然咧，如果你再進下一步嘅時候咧，係有可能嘅。咁究竟政府有冇好好揾翻個源頭出嚟，而唔係又去翻揾翻一啲所謂我見到邊度有就截一截，或者成個行業斬斷佢，又要我哋飲食業埋單。為咗阻擋疫情擴開，香港政府宣布限聚令開放到上濟4個人聚會，坐大眾運輸愛掛喙罨，違反的人上懸罰5000港幣。香港迪士尼15開始嘛，閣一個關起來。不過，香港環評派最近這幾天初選，林鄭月娥指出，收到不少投訴，包括違反上濟50個人的限聚令，嘛警告，若是泛民主派的目標是摕到35席以上的立法會席次，透過這點來阻擋干擾港府的政策，可能會違反香港版的國安法。With the objective of objecting to, resisting every policy initiative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then it may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subverting the state power, which is now one of the 4 types of offences under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負責籌備初選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初選創造奇蹟，恐驚真緊就會發生執政者翻頭算小的情形，叫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也若已經離開香港的前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講，伊目前人佇咧英國倫敦，會繼續做香港抗爭國際性的工作。記者綜合報道。因為武漢肺炎疫情關係，真濟國家的醫療體系攏崩盤，更加免講青椒就無何況拍關的國家。根據着聯合國糧食加農業組織上新的報告，在疫情影響之下，今年全世界可能會發生饑荒，甚至是營養不良的人口會增加1億3千萬人，54人恐怕比武漢肺炎的死亡人數佫較濟。根據牛郎組織 FAO 的估計，2019年全球平均的1/9的人口，差不多是6億9千萬的人是腰腹肚的狀態。這個數字比2018年佫加出超1,000萬人，而且對2015年到2019年這5年期間，全世界飢餓的人口是增加要到6千萬人。以人數來看，亞洲的飢餓人口3億8,100萬人上濟，總共比非洲是加碼1億3千多萬人。若是伫咧比例方面，是以非洲的19.1%上懸，是非洲的8.3%的2倍多。除了氣候問題甲草莓王的災害，致使糧食生產無夠以外，今年伫咧全世界均價的武漢肺炎疫情，嘛互國際之間人員甲物資的流動有問題。真濟國家因為外來移民工無夠，農作物無法度收成，食品工廠嘛無法度開工生產。If we continue the trend we are, by 2030 we will have 840 million people undernourished. And COVID-19 exacerbates that even more. And our projections is that with COVID-19 in 2020, we will increase undernourishment between 83 and 132 million people more going into undernourishment. 也就是講，原本在2030年消除產值甲飢餓問題所謂永續發展目標 SDG 達成的希望是佫較無可能。除了聯合國相關機構的預告，英國主權組織綠十會近日來發表的報告嘛指出，今年疫情上嚴重的4月份，也就是武漢肺炎死亡率的最高峰，大概因為疫情死去的人超10萬人。毋過受到疫情加重的饑荒問題，來轉化做死亡人數，差不多是每一天超過12000個人，因為腰腹肚甲營養不良來死去。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德國自疫情爆發以來，各地頭的屠宰場也攏發生疫情，當地民眾也改變食物件習慣，因去改做選擇有保障的肉品，或者是改食素食肉。德國是歐洲上大的豬肉生產國，現場有要到1500多種，毋過伫咧當地製造小連鎖發生群組感染。頂個月底，肉類食品加工大卡，同年是佮傳出1500多個員工確診了後，德國的民眾即馬要食肉是特別注意，強調講對動物優先，無防腐劑、無過敏物質的肉店是較受歡迎。Ja, ist Absicht, weil mir die Qualität des Fleisches wichtig ist und ich eben nicht einfach so eine Massenproduktion Fleisch kaufen möchte für mich und die Familie. Genau. Im Wohle der Kinder und der Familie, aber auch im Wohle des Tieres.
另外有真侪民众改食食物性两倍所组成的代替肉，统计显示，过去5年以来，德国代替肉的销售是成长要12%，若是素食人口是翻倍成长，超占总人口的7%，若是加工肉品的销售量是继续伫降低，这种趋势伫咧疫情过了是更较明显，而且伫咧韩国，真侪富人人嘛开始做素食的料理，市面上嘛有真侪相关课程。 Vegetables are safe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imal fats or protein that can grow bacteria and cause food poisoning. It also prevents adult diseases from excessive meat consumption. 世卫组织指出，自从1970年以来，有75%传染病就是对动物来的。这届新冠病毒的宿主都互怀疑讲是亚博，已经改变部分南韩人的食习惯势。目前伫咧当地食素食人口估计超有150万至200万人，未来这个数字会阁继续成长。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蔡英文14下晡登到故乡屏东视察产业，也特别对着国民党团组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表达遗憾，是因为被提名人会当正式回答问题，甲解说问题，也互这个机会去互绑下掉啊。总统也期待讲2天了后会当顺利审查人事同意权案投票。 穿朴实的外套，总统蔡英文14下昼登到家乡屏东，风势大堂，陈开峰跳舞英式唱，对市地场自动化真有感觉。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家乡，这个味道都不见了，我应该不会很怀念有味道的日子了哈。 面对14早起，立法院临时会国民党团发动组织，瘫痪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组织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菊就来接受询问的冲突事件。总统表示，向外界解释议论的机会被剥夺，伊感觉真遗憾。今天确实很可惜，这个机会被剥夺了哈。那我们觉得也很遗憾哈。那我们也希望，因为在礼拜5投票之前还有2天的程序哦，我很希望这个程序可以继续走下去。当初我参选国民大会代表的时候，就主张废考监，让台湾的宪政体制朝向3权分立而行。我也看到国民党或是其他的委员对陈菊被提名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个我都欢迎他在审查会的时候一一提出。甲陈菊交情真深的副总统赖清德，除了认为调查有责任进行实质审查，也是解决冲突上好的方法。更加呼吁调查协商共同完成会可监的目标。只是除了临时会现场，南部治安也出状况。行政院长苏贞昌真生气，台南市甲高雄市警察局长真紧封杀落台，也佮传出这款的人事布局是苏贞昌甲内政部长徐国勇2个人的来头。 这些事情呢，都是太会讲故事了啦哈。那我们是在相关的会谈里面有提到治安的问题了。那至于人事的问题，那就是权责单位自行处理了。 赴宴受气，慢调2位直辖市警察局长面对外界质疑，蔡总统聚焦治安强化，只强调会尊重内政部决定。不过，换市警局长这款的做法，敢是真正有效改善治安？外界有关高度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长苏贞昌第13特别讲到高雄甲台南的治安问题，警政署随间2位局长落调，另外也有风声讲要来接高雄市警察局长的人选，也就是警政署副署长刘碧良，伊甲陈其迈有交情。目前拄好是高雄市长补选的竞选期间，也引起其他参选人的批评。 高雄市警察局长李永贵因为舞厅的命案被换掉，要接的人选可能是警政署副署长刘伯良，但是外界咧传刘伯良甲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陈其迈交情袂歹，中央安尼的动作，互民众党提名的吴益政14号透早批评，这是迫害体制的政治操作。在选举的前1个月来换这警政首长，那除非说警政首长要有很重大的瑕疵，才构成理由。 因为治安的考量要换人吼，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警察专业的一个最大的伤害。国民党李眉珍表示，治安无好，到底敢有下台的必要是随人的看法，还是应该以基层警察的福利甲地方的治安来做考虑？我相信局长都是非常努力在维护我们高雄的治安，而且我们这个局长也是做得蛮久的，所以突然间在这个时间点换。
我也不清楚说他们中央是怎么样的考量。外界怀疑局长有人是警政署为陈其迈伫布局。陈其迈透早表示尊重中央的人事调动，但是未来若是做市长，会用大数据来帮助警方查案，嘛会保障警察甲伊厝内底的人的权益。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是地方治安首长最重要的工作，也要负起责任。因为我现在是候选人，所以尊重中央对于警察人事的安排。一个警察局长的人事调动案，因为拄啊好是市长补选的敏感时机，嘛互无同立场的人对这件代志有无同的看法。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在咧疫情严重的时阵，喙暗人人三钱地抢，真是稳定了后，喙暗却是四界乱拼。台中市环保局顶半年就查到16件因为喙暗乱拼的案件，拢总开出2张罚单，而且这罚单上悬会当罚到6000块。客查人员伫咧病院的停车场，要当乌白迄喙暗的人，一时仔讲就随掠着。台中市环保局今年3月份开始，伫咧火车头、客运甲大型的病院4颗雷啊，伫咧客查相关的记录，一个所在都有5、6个乌白甲喙暗现杀的人。今年顶半年，都有16件乌白等喙暗检举甲客查的案件，开出2张罚单，而且伫咧疫情期间有提高罚金，头一届违反的人都罚3600。他在上车前有弃置口罩这样的行为，那我们依法做查证之后呢，车主会坦诚他有做这个行为。我们只要收集到具体的事证，我们都可以依法开罚3600到6000块的罚款。环保团体净客甲净碳的活动当中，嘛发现疫情爆发了后，100-200公尺就发现20-30个去互等现杀的喙暗。这段期间，净客8届，数量拢无减少。烦恼医疗用红蛋黑家的喙暗流入去河川海洋，造成害人生物食着蛇来死亡。也若假的材质分解变做塑胶微粒啊，恐惊会进入食物链，对海洋生态造成真大的伤害。10个、20个，甚至有时候多是30个、30-40个都有机会冲到海洋去之后，这个薄薄的一片上面又长了一堆藻类的话，就有一点类似海菜。那这种海菜，那个乌龟它就没有办法分辨。根据绿色和平台湾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2020-2月份到5月份的疫情期间，台湾大量生产、甲使用医疗用喙暗的量，差不多是13亿地。3个月制造5500吨的喙暗废弃物，以轻运量5吨的粪扫车来算，需要1台粪扫车来载。环保团体呼吁讲，医疗用的喙暗若无进入粪扫回收的系统，会造成防疫的空旷、甲生态的影响，需要民众共同发挥公德心。记者综合报道。顶半年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国片拢延后上市。不过，真疫情较稳定啊，电影院说是人客回火啊，也无转来真侪。而且后半年开始，逐个月拢有4至5部的国片会上市。发行商也组成联名，要替22部的国片做势，希望民众会当买票去看电影，支持国片。台湾都市戏剧到处伫看戏，将立法委员变做强势，立法院变做强势的天堂，来敲碎台湾这卖国会乱象。电影本来是今年4月要放，因过受疫情影响，拖到8月才上映。真侪国片拢被迫延期，疫情解封了，演员甲发行商组成台湾电影起飞大联盟，想要伫后半年反转情势。观众对于譬如说目前疫情过后他的消费的选择，当然还是先以譬如说聚餐啦、买东西这样为主。那戏院的部分当然还是要看里面映演的内容嘛。所以我们从现在7月初开始推出了第一部国片的破处之后，我相信后面有很多的国片都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进来。下半年开始，至少22部电影会轮流上映线，预计到2021年4月之前，每个月拢有4-5部电影要搬。联名推出国片起飞计划，14早起盛大替这22部电影做势。文化部长李明哲也希望国人登记易放券，入去电影院报复性的看电影。发行200万份，每一份600块。刚好可以看2部半的电影，我们非常期待我们所有的影迷观众朋友展开报复性的来攻占电影院，大家说好不好啊？疫情和美国好莱坞主流电影伫顶半年拢贴档期延期，对台湾的国片来讲，甚至可能是票房的新机会。电影院讲，期待国片伫咧这边疫情会当壮大。会当有机会甲西方嘅电影来对抗。有剧组是认为，观众已经慢慢拢无入去电影院看电影，国片是毋是让大卖，也怪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中经院的研究团队经过长期观测，发现大屯山的火山通道，万不以火山若准是喷发，真有可能对这个通道钻出来。学者也表示讲，了解通道的位置真重要，会当发布警示甲防灾。温度正悬，一直青白显，这是伫咧草山大油坑甲小营溪附近定定看到的情形。中经院研究团队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证实大屯火山是活火山。今年也第一遍观测到大屯火山的火山通道。地震一般都是会很散乱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集中的地震？集中在一个好像一个地底下的烟囱，科学家们推断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底下有岩浆库，那岩浆库当然就有所谓的很高温的这些气体或者压力，它就会一直要释放出来。今年累月它可能上来的时候，还找到在大油坑这边看起来它就是相对比较弱。研究团队用相差分地动定位法，甲2014年到2017年大屯火山所观测的地动图贴起来，发现伫咧大油坑甲晴天宫附近有一个2公里深、直径500公尺的火山通道。未来若是火山喷发，就有可能从这种通道喷出来。岩浆它上来，但造成的一个通道，所以有很多地震。但在阳明山是我们没有岩浆喷发，但是还是有这么积极的地震的活动，还有别的落带，我们并不了解，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就是说，说明它从旗津山喷出来，怎么是加强侦测或者很多防灾的后续的动作。以台湾来看，南苏绿岛是死火山，也若孤山岛加大屯火山拢也伫咧活动，无法度排除有喷发的可能性。目前伫咧大屯火山群有部署40个地动站，伫咧要被喷发的时阵，就先接纳火山通道的位置，提供自然预警加防灾协助。因为大屯火山群就伫咧首都台北的附近，然后任何变化拢正受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甲环保署也叫中央大学做伙合作，头摆伫彰化田中进行48点钟的无人机观测作业，也利用新科技找到空气污染的原因甲证据。只要利用这台无人机，载各种的监测器，伫咧台湾北中南各区大气的边界来观测。飞的悬度差不多是1公里悬，唔但会当收集各地的气温、风的速度、相对湿度、甲气压等等的数据，也阁会当监测 PM2.5等等空污的资料。气象局也阁按算甲这套新的观测系统，甲现有的地面观测做结合，以3度空间掌握更较全面的天气预报资讯。主要的目的是在增加我们这个大气这个边界层它的解析度跟这个相关资料的这个更为的提高。气象局表示，台湾的地形复杂多元，详细的大气边界站的观测资料会当予天气预报更较准确。因为安尼，今年2月份，甲环保署、中央大学等等的单位合作，伫咧彰化县田中气象站的站区，完成国内头一届连续48点钟，1点钟一届的飞行观测实验，结果发现讲，秋冬的季节海洋风交替，水汽甲空污有真密切的关联，而且暗时空污是特别明显。秋冬季节，它其实对于背风侧中央山脉的背风侧，也就是所谓的西半部的位置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类似高压的条件，那污染物比较容易沉降在比较接近地表的位置。学者表示，无人机的应用伫咧气象甲空气品质整合观测是全球的趋势。目前美国已经发展这套系统，因为气象局是强调讲，未来这4年会豆豆伫咧各观测站使用这套新的观测系统，对了解各地空气污染物的分布甲摊开的情形有帮助，买当加做防治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要来看的是咱公司台记台特别制作的新闻专题。咱台湾会当变做考题一个会议区，是政府、学校甲民间做伙拍拼结果。经过协会疫情，会当学落来市场业者会拢全部转型做科技企业场，若无臭味，而且也会当甲废弃物重新再利用，永续发展才是一条旧路。出世的弟仔囝输着母亲的模样足够水，因的主人就是伊苏平。苏平的低调甲别人无共款，是封闭式负压水泥低调，外口32度的高温，内底打有28度。可以有效的降温嘛，
第二就是讲斑甲、触礁啊、猴形蠓啊，它不会自由的进出，你里内底的环境哦会较好控制。低调24点钟全自动控制温度，而且是高层的设计，让猪仔袂甲屎粒困做伙，清气佮健康。另外，饲猪产生的猪屎废水，伊全部拢收集起来，摕来发电。发酵了，伊会产生甲烷气嘛？甲烷气咱佮经过遐头前迄个褐色的桶啊，生物涂料，涂料了才会当伊发电啊。开始千万建造这个沼气的发电设备，除了自用，逐工阁会使卖出4000度的电予台电。所边有2万外头的猪，伊用科技饲猪，也零环保，彻底改变饲猪场垃圾割臭的印象。其实所边甲阿兄2个人对爸爸遐接手饲猪已经40外冬。23冬前的口蹄疫嘛，予伊损失足大，伊才决心来改变。第一防疫，第二环保，环保的问题，咱家己会当去努力啦。可惜口蹄疫的防治，毋但猪条内底环境爱提升，大力猪条正常的消毒是上基本的，猪条蛙嘛袂使放过。猪条附近的道路甲肉片市场的车辆环境，逐工消毒佮消毒，一礼拜消毒爱100道以上。消毒是一个手段而已啦，上重要就是讲。你的经营管理上，你免再去提高你的生活安全，安尼较对了。无你永远的，你唔知你今仔要把什么病带去吧？屏东县饲猪有1600外户，全台第一，大多数也是维持传统的猪条。口蹄疫了后，留落来猪农都体认到爱注重环境卫生。台湾对口蹄疫疫区猪民，只是农委会提出爱征用100万头猪来出口，猪农拢无意愿。外销政策若推动会出来，你要征用，咱征用；若推动袂出来，咱维持现状就好啊。互国内需求差不多伫遮饱和就好啊。唔通阁增加。咱的环境嘛无法度容纳遐侪环保的议题。本身嘛是猪农的潘连洲表示，口蹄疫猪民对猪农是转机，嘛可能是危机，因为随时阁有口蹄疫，甚至非洲猪瘟，也是其他病毒的威胁。20冬的努力，让台湾的饲猪产业重新站起来。也毋过猪农嘛是爱用真认真、真细腻的心态来面对防疫，产业全面升级。脚步先徛好条，才来讲外销市场。记者陈家军、赖维做屏东报道。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的台语专题。本地伫咧做环境教育人员的林依阳，伊对保育真有心，伊就和朋友做伙设计活动，用假鸟啊，亲像是青猪啊、白头壳啊，甲因藏伫草坡仔内面，互囡仔去找去甲因救，佮请兽医用台语教因安怎保护野生动物。咱也做伙来看这场古早野生动物救援队。安尼藏入面好不好？今仔这伫咧树骹找到这只摆开的粉鸟莺，大家讨论了后，决定先用面巾甲盖起来，再搁找纸箱啊，甲落空了后，细日啊甲放入去，准备带伊去互兽医看。所以去囡仔，搁找到这只，那亲像是去弄到玻璃桶塞伫咧门边的花啊花箱。环境教育人员是警告大家安怎处理。野生动物伊受伤可能有当时是甲咱人有关系，可比讲咱今仔日了解迄个玻璃的状况。囡仔啦，也是爸母嘛好到学到一个新的知识，讲原来毋是大蒜，毋是凊彩打，伊是爱打规片，安尼才对鸟来讲真正较有帮助。林依阳本身就是环境教育人员，伊为着要推广野生动物的保护知识，专工办这个野生动物的救援活动，伫咧草坡和树啊放只假的野生动物，互囡仔哪行哪找，也思考家己和大自然的关系。白头壳的鸟仔，你摕互阮看好不好？好。我要带伊去看医生。囡仔因家己做，家己去找，家己去想，家己去看，去找。我是感觉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嘛。兽医也解说野生动物是安怎会受伤，也提供一寡适配保护大家，避免野生动物因为人类的生活，转去损长因的性命。这就是真的有一只鸟啊，弄着玻璃。
流落来迄屎，10公分以内，伊就会想讲，这我无法度飞过，伊就袂为遮飞去。啊，拆开，大家再看卖，是毋是足水的？推测环境教育知识，林义勇望未来会使甲环境教育刷起产理，了解农地内底的野生动物和农地的特色，互囡仔更加了解这片土地，也用母语来形容大自然的万项代志。记者欧敏珍、林坤明台北报道。热天是毕业的季节，伫咧高雄市，就一位老师用台语编写一条毕业歌，号做《再会囡仔时》，唔那好听也真好记，咱做伙来看卖。建国国小7位毕业生唱出这首歌曲，是因今年的毕业歌，嘛是因的台语老师送的礼物。这首歌曲《再会囡仔时》是张艺丽老师一个人的创作，而且参加今年高雄市本土语的毕业歌曲比赛，伊摕到国小闽南语组第1名。伊讲教台语有写过念谣，毋过台语歌伊是第1道。我家己伫咧教台语的时阵嘛，足喜教囡仔唱歌，嘛有发觉到囡仔呢用唱歌来学台语，因会感觉真有兴趣，效果嘛袂歹。所以我才想要来参加。虽然毋是学音乐的，毋过以前有学过钢琴。钟老师就是用厝里的电子琴慢慢写歌，写好佮摕来教今年的毕业生唱。因为歌曲优美，歌词写的就是囡仔的学校生活。学生学了真紧，像这班5年的学生，才用2天就会晓唱。足好听老师有互咱会使做咱的毕业的歌。写了足好，因为伊有讲到阮要感谢老师的话。因学了足紧啊，嘿，学了足紧的，嘛，因拢讲足洗脑的啊。就是爱接听接讲，钟老师上课念绘本，会先甲内容翻台文，佮讲故事，互学生练习写台语的诗文。即马因佮有家己的毕业歌，唱歌学台语应该会愈讲愈好。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4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
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头家啦。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的词，就是咱做工课定定会用到的家私。家私汉字写作家私，罗马字写作哥 A 家私 E 私，家甲私拢是第一条。伫生活中，咱会用到真侪家私，亲像做工的时、修理物件的时、烧拍的时。喂，唔通烧拍啦！只要是用得到的，咱拢会当讲是家私。较细项的会讲家私头啊。喂，你好。哦，恁讲恁兜有一款物件歹去啊？好啦好啦。师傅，你有炸家私过来修理啊？我头家啦，请问恁兜有啥物物件要修理啊？亲像这台电风的挂落去，就要用罗赖吧，甲锁好安，较袂冷去。啊，若像这块茶椅啊，酷酷显，我就会用片子甲钉啊背起来，用钢推啊钉新的钉啊。安尼椅仔才会用。我毋若是头家，嘛是一个电器的医生。处理电器问题时，定定爱用电线。为着无法互伊烧拍电，我拢会用电火布，甲接线的所在甜甜好好势，较袂危险。另外，甲大家介绍我上常用的家私，就是文公尺。这种尺若会当好春秋，阁有真侪特别的刻度，会当算出好吉条的寸尺。为着要提供乡亲更较齐全的服务，做头家我开动笔，下一寡食饭的家私，亲像这支电钻啊，咱即马就来装看卖。来，你过来。这就是人讲吼，无内在，搁嫌家私歹。明明是家己无才调，煞来嫌家私无够好。溜家私、家私头啊、罗赖吧、片子、钢推啊、电火布、文公尺、电钻啊，无内在，搁嫌家私歹。若需要头家服务的所在，一通电话，家私摕来，我随到。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